台湾鸟类救援协会今年6月有发起公投联署，希望禁止海上半分鸟比赛。伫1个月时间收到8000多份联署，今仔日送去中选会。鸟类救援协会批评这个比赛害鸟仔飞伫大海顶悬，无所在歇，就有超过9成飞袂转来，实在真残忍。至少我还拥有自由。反对海上放滚鸟比赛，民间团体19伫高温的日头下，用500的歌唱出来这歌受到极大困鸟的心声，因要求政府爱停止海上困鸟比赛，发起联署，拜告把这8000几份的公投联署书送入中选会，希望政府会当禁止这种残忍的行为。这次的公投联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心这一群每年一直不断付出他们的生命，在帮人类赚取不义之财，因为这可能是赌博罪。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议题。台湾海上困鸟比赛，逐档拢有几百亿的奖金。这个比赛是对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，20年前为着闪避警方的追查，也是预防有人偷掠困鸟啊，开始将比赛对路面扛到海面上，飞伫大海无通休困，造成超过9成的困鸟啊，拢飞袂倒转来。真侪困鸟出去吼，飞无啥会倒来，拢倒来的敢若是100只内底看敢若有4只也无。啊，这个转来的时间，若准讲吼无伫迄比赛期间会当摕到奖金的时间转来，嘛是搁用长脚长石仔搁弹出来呢。弹出来饲狗饲猫啊，无就去互车弄死。阮常常咧救袂完呢。伊转来的时阵，我一日看就知，迄是我家己的鸟啊。第二，伊已经用白转来了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迄个时已经断去啊！粉鸟比赛协会捌统计有5万只的粉鸟参加，只有44只粉鸟飞转来。虽然飞转来无死，嘛剩半条命。台湾鸟类救援协会批评讲，这项比赛是真残忍。透过联署，希望发起爱要求政府的诉求，政府机关会当禁止这种残忍的比赛，重视动物的权益问题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